歡迎大家嚟到星期二得道節目。好啦，我係各位嘅節目主持，我係 Johnny Fox。好，我哋今日繼續嚟到2026年嘅4月3號啦。好啦，今日係星期五，我哋繼續嚟到星期五啦。我哋繼續同大家揭露最新嘅香港時事噶。好啦，呢一節繼續同大家揭露呢個曾經被譽為係元朗721白衣人嘅幕後始作俑者呢個叫做何君堯啊。好啦，何君堯喺對上嘅2-3年個表現係充分反映咗呢個何君堯唔單止成為呢個係叫做偽立法會絕無僅有嘅反對派，因為幾乎只有佢同埋當時江玉歡就係會喺立法會提出反對意見噶。好啦，更加成為咗呢個香港政府李家超政府嘅對頭人噶。因為何君堯公然出嚟反抗呢個係財政預算案噶。好啦，恐怕佢而家就唔再反對，恐怕已經被勒令係要收聲噶啦。咁結果呢個何君堯繼續佢呢個叫做大喇叭口沒遮攔嘅形象仲有作風繼續喺呢個係立法會出現噶。佢而家更加係做到係立法會嘅內務委員會嘅副主席嚟噶。好啦，最近就住就係香港嘅偽立法會講保護兒童嘅法例嗰陣時，竟然係大放厥詞噶。而且嘅發言亦都令人諗起係同721嘅白衣人有關。因為如果大家回憶一下呢個係白衣人所講嘅嘢，大家應該有印象。喺721元朗事件發生之前，原本就醞釀呢個有一大班建制嘅藍絲話要出嚟係打細路噶，要用藤條係教訓佢哋。好啦，結果喺呢個藍絲嘅集會講完相關嘅言論之後，冇幾耐就發生721事件啦。因此你可以話呢一個叫用藤條係打仔就係呢一班藍絲經常主張呢個事情嚟噶。呢一節我哋亦都會嘗試用一個比較客觀嘅角度去討論呢個問題。首先講講發生咩事先。首先就係係由於香港嘅立法會講緊係保護兒童法例噶。好啦，點解要有保護兒童法例先？首先第一兒童係比其他嘅成年人要脆弱得多，佢理論上應該受到保護。好啦，喺過去嘅幾年香港嘅官方數據嘅統計就話疏忽照顧仲有虐待兒童嘅案件數目不斷係上升。好啦，話需要係增加呢個法例個成效同埋加強阻嚇力噶。好啦，個問題嚟啦。疏忽照顧個案件上升，咁到底係個執法標準係上升定還是真係嗰個個案上升呢？其實係有一個矛盾喺度嘅。因為某個程度上如果你香港政府瘋狂係拉人嘅時候，咁嗰個案件當然個數字自然會上升。好啦，所以香港政府討論係立法嗰陣時，而家嗰個立法會偽立法會當你討論嗰個係立法嘅時候，你用翻就係個案嘅數量嚟上升。咁某個程度上雖然好似有統計數字，但係某個程度上係反映咗呢個執法嘅標準可能係由於收緊所以導致噶。好簡單啦。咁如果而家香港警察瘋狂捉人亂過馬路，咁你就即係話喂，而家泛濫咗好多而家咁過馬路嘅案件係嘛，令到行人不受保障所以要加大法例要增強阻嚇力噶。咁所以呢個邏輯其實某個程度上係一啲叫做係自圓其說自我生成。好啦，保護兒童個原則我哋剛才講咗，但係呢而家最大嘅爭議係咩呢？何君堯就話打仔佢用體罰嚟形容噶，就話應該獲得豁免噶。個問題又嚟啦。大多數嘅虐待兒童案件其實都係同係家長係有關。好啦，如果家長嚴重嘅虐待兒童嘅案件佢話係體罰，跟住獲得豁免，咁就成件事又變咗本末倒置噶咯。因為最主要個案件個元兇正正就係可能係部分嘅家長或者監護人係虐待兒童。好簡單啫個邏輯，既然兒童都要俾人照顧，咁照顧佢嘅人對佢嚟講先至係有係叫做管教。基本上係對佢有管教嘅人會走去虐待兒童。
你唔會呢個兒童無端端咧行出街就係俾人咧捉住咧虐待。雖然呢種個案都唔係零嘅可能，但係呢種個案咧應該佔咗虐待兒童嘅個案應該最少啦。好啦，嗱，所以啦個原理上邊，當你討論咧就係保護兒童法例啊。如果你話要提倡咧係豁免嘅話，咁你就要考慮啦。實際上最多嘅案件，正正就係何君堯口中咧所講嘅體罰噶。好啦，跟住第三個問題啦。何君堯咧更加咧喺度大放厥詞噶，就話自己如果唔係有體罰都唔會有今天嘅我仲要咧做到咧內會嘅副主席噶。咁其實好好笑噶，即係話咧佢係自爆，係細個咧係俾人打到咧係爆廠。好啦，當然啦，你而家做內會副主席係因為你埋堆同擦鞋啫，同你細個有冇俾人打係無關。好啦，其實咧係一個典型咧嘅偷換概念嚟噶。佢就覺得自己俾人打先至會咧係做立法會更加做到咧係內會咧副主席噶。實際上你做副主席，因為你埋堆，因為你咧係做事係親中，跟住咧排隊攞咗着數再加埋因為你咧個老豆係有關係，因為有人俾面你個老豆，即係話係你條命咧生得好彩噶唔係因為你老豆咧體罰你噶。好啦，所以咧成件事咧就相當之好笑噶。原來何君堯咧覺得佢自己嘅成功係同體罰係有關，而且仲要佢咧係被體罰。如果睇翻咧何君堯呢個咧咁強硬同全世界開火咧嘅個性，咁大家真係可以想象下咁可能呢個何君堯嘅老豆咧亦都係一個極度嘅強硬派嚟噶。咁估計呢個何君堯咧細個應該咧係受到大量嘅懲罰而且內心咧充滿住想反抗呢個情緒，因為你見到咧而家嘅何君堯咧，基本上咧係有一種咧係反社會人格噶。好啦，佢唔單止反社會，基本上咧任何人咧好似想阻住佢咧都會俾佢列做咧敵人。好啦，所以咧真係令人意想不到噶。原來何君堯認為佢而家咧嘅個性同埋行為就係由佢細個咧係遭受咧體罰咧有關。某個程度上咧其實係變成咗何君堯咧自爆自己細個咧嘅悲慘嘅情況噶。好啦，所以我哋話佢幾傻呢？咁可能如果你老豆細個冇懲罰你，可能做緊特首呢？係嘛？你點知而家自己嘅位做得好高呢？可能有美國總統俾你做添。好啦，咁到底其實應唔應該要豁免所謂體罰呢？首先如果你講咧保護兒童咧嘅法例，其實咧喺亞洲呢一邊，亞洲個文化同習慣同西方社會一定咧就唔相同噶啦。好啦，喺亞洲呢一邊，甚至乎你計埋中東，其實咧都有一個傾向，就係咧嗰個叫父母尤其是父權喺個家族裏邊，喺個家庭裏邊嘅影響力咧係相當之大。好啦，因此如果你話係出於係管教嘅原因就係有咧係體罰其實喺亞洲呢一邊其實咧相當之普遍，甚至乎係文化嘅一部分嚟噶。即係話咧，幾乎每一個人都可能咧都曾經係遭受過。最簡單嗰啲，可能係間尺打手板甚至乎學校都會發生啦。好啦，你話如果咧嗰個情況係同管教咧有關，我咧都會傾向覺得如果係真係管教，係應該咧係獲得某種程度咧嘅辯護理由。因為如果你用普通咧嘅法例你用咧喺個社會上邊嘅法例，如果一個叫做 assault 同 battery， 即係叫普通襲擊，去應付家庭嘅情況，其實係會有好多咧係無法應用嘅地方。因為理論上邊係任何嘅身體接觸，幾乎連接觸都冇，有個大聲公喺你隔離係講嘢比較大聲，都好可能咧會被控咧係普通襲擊噶。好啦，英國法制咧個問題就係長久地咧可能喺個社會上邊係有效，但係咧處理家庭問題咧就可以用極度惡劣嚟形容噶。最主要嘅問題就係到底嗰宗個案係一個真真正正嘅所謂虐待嘅個案定係一個係真係管教嘅個案。舉個極端啲嘅例子啦，例如你話可能一個小學生，好啦，佢咧跟咗啲同學出去壞咗，跟住走去咧超級市場偷嘢，又或者咧走去做同黨，做咗啲好危險嘅事情，又或者咧做一啲嘢可能係犯法嘅事情。你話如果完全係唔准有任何嘅懲罰，某個程度上咧，你好似就係表面上邊保護咗嗰個叫做兒童冇受懲罰，但係其實對個社會個危害咧，如果你容許佢係冇任何嘅代價，跟住咧就可能係做咗好多好嚴重嘅行為，其實某個程度上成個社會又要承受翻嘅。
嗱，再加上咧就係兒童，由於兒童咧好可能如果佢太細，佢咧係唔會係被刑事檢控噶，犯咗罪。嗱，咁係咪唔使教呢？所以我認為咧何君堯所講咧，其實佢唔係錯得晒，不過咧佢講錯咗個重點。個重點唔係豁免體罰本身，係個體罰嘅原因係咩嘢，程度係咩嘢。如果個體罰我純粹係冇噶，你都冇做錯任何事，我中意罰你就罰你，咁呢個其實係虐待嚟嘅喎，呢個係虐待個案。但如果係因為係管教嘅原因而做嘅體罰，而個相應嘅體罰係同個管教係相關，而且係成比例嘅，咁呢件事就完全唔同嘅咯。好啦，咁冇辦法啦，因為何君堯覺得自己而家成才啦就係全靠因為咧就係被體罰，咁於是咧有出現咧強烈咧嘅認知咧嘅偏差。好啦，我哋呢節同大家係揭露到呢度，請各位記得繼續係節目撳 like，繼續社交媒體 share 我哋嘅節目，繼續建設性留言啦，亦都請繼續打開本台嘅節目清單，繼續欣賞播放。好，我哋今次時間暫時講到呢度。大家好，歡迎嚟到我哋黑池嘅酒店。我哋為咗香港人提供一個好便宜嘅居所。大家啱啱嚟到英國嘅時候，其實係好難即時可以揾到屋租嘅。所以我哋咧為大家提供一個廉價嘅暫住服務，大家可以用一個好低廉嘅價錢租住。我哋嘅酒店有單人房、有雙人房、有家庭房，每個月由300鎊左右起，提供一個短期嘅居所，只係收1個月按金。咁大家咧當然最少住1個月啦。咁所以咧價錢唔係好貴嘅啫，亦都唔需要帶好多錢先至可以嚟英國。為一啲經濟方面唔係咁鬆動嘅朋友提供咗便利。我哋亦都有旅遊包車服務，可以藉住由唔同嘅地方接送去到黑池嘅酒店。如果大家有需要嘅話，可以直接向我哋嘅酒店負責人聯絡。繼續節目之前，先要多謝 Surfshark VPN 支持本台。Surfshark VPN 可以保護你嘅個人資料被盜取，避免俾黑客盜用信用卡。上網可以體驗冇廣告、冇彈出視窗、冇追蹤嘅網站。粉碎審查制度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嘅審查，隱藏你嘅網上記錄，可以自由訪問新聞、娛樂同社交媒體。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可以睇 Netflix 同 Disney Plus 唔同國家嘅節目。不限裝置，訂閱 Surfshark 可以一家人用，幾多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賬戶。仲未安裝 VPN 嘅朋友，記得快啲安裝 Surfshark VPN，多謝。